大家好，喺2026年8月9號下晝2時56分，喺西灣河太古城海棠角發生咗一宗火警。消防人員喺5分鐘內抵達現場，並且到達後迅速將火救熄。消防處一共動用咗29架消防及救護車輛，動員咗98名消防及救護人員，以及1隊煙霧隊進行灌救。喺今次嘅火警裏面，消防人員將16名傷者帶到安全嘅地方，並經由救護車送院治理。另外，事件當中大約有50名居民自行疏散。火警成因初步懷疑同電器有關。有見及此，以下落嚟將會播放一段有關火警逃生嘅片段。當火警發生嘅時候，請大家保持冷靜，立即通知屋企內嘅所有人，並帶齊逃生三寶，咁就可以及時逃生。希望大家睇完呢個片段之後，會提高警覺，避免相同嘅事件再次發生。咩味啊？咁大煙嘅？點算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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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冷靜！點算我啊？靜啲嚟，你再唔冷靜啲，就乜都冇晒啦！喂，阿仔仲喺房喎。阿仔火咗阿仔！嚇！記住，首先要保持冷靜，而且逃走之前要通知埋屋企入邊嘅人，一齊逃生先至好離開。記住，出到屋出面安全地方盡快報警。喺火勢唔係咁大嘅時候，先評估下現場嘅環境同自己嘅能力，先好考慮去救火啊！逃生嘅時候記住攞逃生三寶，離開嘅時候記住關上大門。任何情況下，自身安全最重要。